台湾话，卑劣的伎俩，应该安怎讲，安怎写。奥步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见招卑劣的伎俩手段，用力。骹球比赛就照君子步数，袂使出奥步来害人受伤。足球比赛的要有君子之风，不可以耍剑招来害人受伤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